多谢军平来关心台南的治安。台南市有一个60多岁姓李的角头士大，12当前出国了后呢，不受冤仇人压情力的受罪，一直2016年就2枪逃过死劫。去年6月又搁有人呢压冲锋枪向公司的大门连开17枪，当时枪手讲是因为土地这未扣分，想不到经过9个月，又搁有人呢压长底枪找到位。拍算本来呢，按算要扫射50发来示威，结果呢卡掉咧，拍一发了后，人做伊走，2天后想要补进度，结果被警方抓到。针对犯案的动机，因拢无要讲，枪手啦、司机甲被收押接应人、车手等等拢有交保。即马检警进一步要追查这个幕后的撞警人。大大亚当枪伫车内准备对我连续扫射，想要到枪支卡掉咧落漆，敢若听到一声枪声，看状况不利，就赶紧走离开现场。严过几工了后，拢总红压制在地。当时因犯案的地点是伫台南一间角头的公司，事后经过调查，这已经毋是第一摆角头互人示威。2016年1号枪手攻击，着2枪，当时逃过死劫。结果去年6月，公司又搁互拍17枪。这回隔9个月，又搁传出枪手伫早起炸一个长枪，加一个底枪，按算要扫射50枪。结果因为枪支卡伫枪内，拍一枪了后，就赶紧塞车逃走。这群人为着要逼警察走往屏东的山区，当地冇人接应。严过案发了后，身份早就互警方掌握，这边就将涉案的4个人拢总逮捕。起初涉案长短枪各1支及子弹48颗，并羁押2人。根据了解，这个防针对60多岁姓李的角头，伫30年前捌犯下东门帮安尼记枪杀命案封关，12年前假释出狱，来做土地开发。严过这几年，一直有人咧甲警告要互伊死。到底是啥还没结关手？背后的撞警人是啥？嘛正做警方首要的追查重点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